如果是食毒赛车，昨暗9点外，伫咧高雄有人驶伫小港中安路刷去弄头前2台奥多摆，造成1个人死亡。警察即马初步研判，即个赛车有食毒，也受害的家属是呼吁政府爱修正刑责，食毒赛车爱重罚。 后壁这台车伫高雄小港区中安路驶正紧，连续去弄到头前2台奥多摆，弄嘅力量正大，奥多摆零件拢喷甲飞起来，附近的店拢惊到，赶紧报警。真大声啦！啊是看来救护车，讲啥真严重，拢注意啦。代志发生伫咧找即暗，不过找尾早起，伫路的涂骹还阁看到正明显的口痕。 目击嘅民众讲，这台车敢若拢无打洞啊，先弄到第1台奥多摆，结果弄到第2台双载奥多摆，3个人拢受伤，先被弄到的女性因为伤势严重，当场死亡。赛车的驾驶酒测无酒精反应，不过毒品快胎是阳性。李姓女子伤势较重，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。经警方对阳性男子实施酒精反应，无酒精反应，令毒驾快筛呈阳性。 警方伫车顶找到2支毒品，依托米脂混团。即马甲赛车的驾驶依照公共危险罪等罪嫌以上法办。最近常常发生食毒赛车的事件，死者家属希望司法还因一个公道。后续法官安怎讲，应该也还我们公道，一定要重判，因为这些行为欠可啊，你看那鸦片起诉很破百了。刚刚问那检察官说，顶多就是要重判10年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离谱了。那你再还钱出来？ 那关多久？死亡的女技师迄当阵只是去徛街附近买宵夜，就互食毒赛车的人弄死，家属真无奈。希望政府爱注重食毒赛车的问题，也应该思考食毒赛车刑责是不是伤轻，才无法度减少这种代志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